很少人愿意去把这个客家音乐跟现在的主流的乐团去做结合。走进台北长安国中，孩子们用行动证明，优美的客家音乐并不只是藏在长辈心中。旋律的开始都会出现这个结合音哦。刚拿到乐谱，学生们开始读谱，毕竟不是专业音乐人士，大家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忙着做笔记。有些人用数字，有些人用英文，有些人用注音符号。熟练组装乐器，大家先自由练习。每个孩子认真的态度令人感动。在5分钟，勾嘎5分钟，勾嘎5分钟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一起试着合奏看看。2、3、4。管乐的技巧是你本身的，你多练习就是有的。正式练习一开始虽不理想，但经过几次练习之后渐入佳境，大伙儿信心大增。我觉得客家音乐很有趣，是因为它就是有本土的味道，然后不会速度比较一致。借由这个管乐社的练习当中，跟老师的沟通互动之间，偶尔可以利用到像例如说客家的一些语言，那我想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尝试。将传统音乐以现代主流乐团演奏，拉近孩子们与客家音乐的距离，客家传统文化也能和时代无缝接轨。上课喽！各加5分钟，各加5分钟，各加5分钟。